2020年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，今仔日呢是進入第4站，也就是屏東的綠隊站，是由177個選手做伙來車拼。今仔日這路線呢是對高雄出發，重點是佇綠隊客家文化園區，要讓國際選手來體驗在地特色。貴賓620了，選手起步出發。2026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比賽，拜三來到第4站屏東綠隊站。這是屬於國際第1級的賽事。今年總共有34個國家，177位選手要拼總冠軍的黃衫。17第3站是由比利時車隊的法國選手摕到冠軍。台灣隊的19歲少年選手黃偉霆，忍耐大腿救金拼到第39名，是唯一有帶調主席團的台灣選手。Really good in happy and every time attack and the very good team in control and yes。昨天去按完摩，然後泡完冰療，感覺又比較消炎。今天騎完應該會好一點。今天主要以就是休息還有補水為主，因為昨天的補給做得不是很好。屏東綠隊站長度131公里，有設3個衝線點，對高雄鄉公所出發，經過鹽埔、中治、林鹿，再騎沿線公路對慢慢來補。重點在綠隊客家文化園區，這條路線嘛是屏東縣府協助規劃，要讓國際選手體驗客家文化特色和美麗的山景。今天這個賽道我也第一次騎，所以前段我們會觀察一下，然後如果中途黃山集團有控制的話，那或許我們可以找個機會逃脫，也不一定。和第3站起落架的路線無同，屏東綠隊站平路佔大部分。不過今年的自由車選手實力攏足懸，台灣隊的選手要安怎避免進前的失誤，想辦法把排名救較頭前，是屏東站上重要的任務。大家做伙來替台灣的選手加油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